上一集有聽眾留言問咗幾個問題，咁啱就同我今集想講嘅內容契合，所以我用嗰位聽眾嘅問題做引子，一齊研究下輪迴系統同機制，以我嘅理解同角度睇係點樣嘅。佢嘅問題我整理咗一下，大約嘅意思係，如果今世嘅靈魂未完成今世要學習嘅課題，咁下一世係咪會延續今世嘅學習呢？而幾世之間嘅經驗會唔會互相連結，最後形成一種累積式嘅覺悟呢？呢個問題會涉及輪迴嘅概念，可能會有少少複雜，所以我會講得詳細一啲。靈魂可以大致分為兩大類，一種係未曾做過人嘅靈魂，另一種係已經做過人嘅靈魂。當一個新鮮嘅靈魂第一次做人之前，佢可能已經對人世間咁多姿多彩嘅世界留下咗好深刻嘅印象。對佢嚟講，人間就好似一個又刺激又豐富嘅遊戲，所以佢會想親身體驗一下呢個人世遊戲。當佢嘅做人申請被接納之後，佢會先喺靈界選擇一啲記錄檔案，窺視一下其他靈魂曾經喺人世嘅經歷，作為自己往後嘅參考。然後佢再選擇一個專屬於自己嘅人世劇本，準備投入其中，親自演出。佢會喺一個點樣嘅家庭出身呢？邊個會成為佢嘅父母呢？佢會有點樣嘅兄弟姊妹、朋友以及生命中嘅另一半呢？佢會經歷點樣嘅童年？一生之中係貧窮定係富有？可以話整個人生嘅生老病死、高低跌宕，喺佢出生之前其實都一清二楚。佢亦都知道同埋同意，一旦進入呢個遊戲，就要將自己身為純靈魂時候嘅記憶全部抹除。而呢個人生劇本中，自然亦都會包含住屬於佢嘅人生課題。無論呢啲課題有幾咁五花八門，最終都會導向一個核心主題，就係學習點樣去拎起，然後點樣去放低。不過，當一個靈魂第一次做人之後，通常都唔會一次就通關，因為人間有太多誘惑，太多愛恨情仇、七情六欲，朋友之間嘅友情，父母對自己嘅恩情，同另一半之間嘅愛情，對仇人嘅恨意，對貧窮同埋飢餓所產生嘅恐懼同埋厭惡，對權力同埋財富帶嚟嘅優越感，全部都會令靈魂被吸入一個無底嘅深淵，難以自拔。呢個過程就好似一粒放咗入口嘅糖，一唔小心跌咗落地下，喺地面滾動，就會黐滿咗塵埃同埋沙粒。佢會越黐越多，就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到最後佢被完全覆蓋，已經再唔係當初嗰粒糖嘅樣，甚至連粒糖自己都唔記得自己原本係一粒點樣嘅糖。當愛同恨不斷交織，每一次做人之後，原本應該體驗同埋學習嘅課題，唔單止未必能夠解決，反而可能變得更加多。因為遺忘本身就係呢個遊戲設定嘅一部分，佢嘅作用係加強學習效果，令靈魂能夠完全代入人世之中嘅角色，而唔會俾上一世嘅記憶同經驗直接影響下一世嘅選擇同埋決定。每一件事，每一個課題，其實都有好多面向，每一個決定或多或少都會對身邊嘅人同埋事物形成影響。如果只係選擇從其中一個角度去睇，或者只係以其中一個身份去參與事件，靈魂就會好容易忽略咗整件事背後嘅因果關係以及完整嘅經過，咁樣佢就未必能夠得到一個比較客觀、宏觀、完整嘅體會。就攞一次有傷亡嘅交通意外做例子，肇事者、死者、雙方家屬、目擊事件嘅路人、警察、救護員都會對事件有唔同嘅體會，都唔能夠完全體會對方嘅感受。所以，當呢啲課題一直未被認識、未被理解、未被放下，靈魂就需要再經歷另一段人生，從另一個角度去面對同學習同一類嘅課題。就好似數學堂入邊，同一條公式可以應用喺唔同嘅題目之中，幫助我哋揾出答案一樣。於是，靈魂會以唔同嘅身份、唔同嘅角色，繼續演出呢出人世劇。當呢啲經驗同埋知識不斷累積，靈魂每一次離開人世之後，都會重新回顧嗰一世嘅言行同埋決定。慢慢，佢對於點樣去面對同埋解決課題，會開始越嚟越純熟。而呢啲不斷累積嘅經驗，亦都會逐漸滲透到嗰個靈魂嘅其他轉世之中。呢啲轉世嘅人生，可以係前生，亦都可以係來生。經過千百世之後，可能喺某一世，呢個靈魂終於完全覺醒。即使身在人間，佢都依稀記得，甚至完全記得自己嚟到地球嘅目的。佢唔再貪戀財物，唔再輕易動怒，唔會輕視任何一個生命，亦都唔會再執着於感情。又或者喺嗰一世之後，佢帶住千百世以嚟作為人，
動物甚至植物嘅豐富經驗，終於完成咗自己嘅學習，正式畢業。而一個畢咗業嘅靈魂喺其他靈魂嘅眼中，已經同當初第一次進入地球呢間學校嘅時候完全唔同。佢變成一個帶住智慧、散發住耀眼光芒、無形無相嘅存在體。呢位聽眾仲有其他問題嘅，就係點解人死咗之後會渴望去天堂、極樂世界或者淨土呢？但係如果天堂或者極樂世界唔一定係死後先可以去嘅地方，咁我哋今世有肉身、有靈魂嘅時候，可唔可以已經活喺一個自由創造嘅天堂之中呢？如果可以，咁到底要點樣創造呢？頭先都講過，對靈魂嚟講，佢可能係被做人呢個遊戲所吸引，所以先會選擇做人。但係當佢真係落到嚟做人嘅時候，佢就會忘記自己原本嘅初衷。呢個初衷可能好簡單，只係想嚟體驗一下，玩兩鋪就走。亦都可能係見到人間有好多無助嘅生命，所以想落嚟幫助佢哋，解放佢哋。又或者佢見到某啲成功完成呢個遊戲，甚至已經爆機嘅靈魂，變到同以前完全唔同，所以自己都想變成嗰個模樣。但無論最初出於邊一種諗法，當佢最後真正落嚟做人嘅之後，都會忘記得一乾二淨。生而為人其實係非常痛苦嘅，呢一點唔使我講太多，大家都會明白。即使係富人，一樣有佢哋嘅煩惱。佢可能會諗，身邊嘅人會唔會傷害我呢？嗰個人行咁埋我度，係咪因為我有錢呢？點解我比起最有錢嗰班人仲未夠有錢呢？我想進入佢哋個圈子，所以我要揾更加多嘅錢。一個當權者都有佢嘅煩惱，佢每日要提防身邊嘅人，提防政敵，提防人民，甚至提防敵對國家。所以如果一個人將焦點放喺慾望之上，佢就一定會痛苦。諷刺嘅係，求生慾本身就係我哋嘅天性。生而為人，我哋無可避免要維持生存。喺原始時代，人要揾命搏，要同其他動物甚至其他部落搏鬥。一場天災已經可以令辛辛苦苦得返嚟嘅農作物一夜之間化為烏有。嚟到現代，社會嘅競爭一樣好殘酷，人被逼營營役役，用自己寶貴嘅時間去換取三餐一宿。經濟唔好嘅家庭糾紛不斷，社會上每一個人都成為受害者。所以可以話，無論係咩時代、咩文化背景，人嘅貪婪同埋執着，最後都會令所有人，包括貪婪者自己，都成為受害者。所以為咗逃離呢種痛苦，人自然會嚮往一種冇痛苦、冇恐懼、冇飢餓、冇生老病死嘅地方。天堂、極樂世界、淨土呢啲概念，就係喺人類對痛苦嘅恐懼、對於安樂嘅渴望之中產生出嚟。某啲宗教亦都係因為回應咗人類嘅呢種渴望，所以應運而生。佢哋成為咗解釋痛苦、引導凡人走向冇痛苦境界嘅提倡者同埋嚮導。需求同供應相輔相成，慢慢就形成咗一個龐大嘅宗教體系。喺佢哋嘅提倡之下，越嚟越多人以為天堂就係我哋嘅終極目標。如果所謂嘅天堂、極樂世界或者淨土講嘅係本源，咁我認為呢個講法的確係啱嘅。但係如果只係盲目咁順從同嚮往某一個宗教喺文字層面入面描述嘅天堂，咁就好似我上一集所講，信徒所去到嘅可能只係一個由共同信念創造出嚟嘅死後世界，而唔係我哋真正本來出生嘅地方。係，我哋本來就喺嗰度嚟，亦正因為我哋本來嚟自嗰一度，所以我哋最終一定會回歸到嗰一度。呢個就係靈魂與生俱來嘅向性。而我哋要做嘅唔係日日幻想自己幾時可以去天堂，亦唔係用恐懼去追求救贖。我哋真正要做嘅，其實只係好好過完眼前呢一生。當學習完成，當時機成熟，靈魂自然會回到佢原本嘅地方。至於點樣去創造天堂、極樂世界呢？如果係喺人間呢個時空幻覺層面嚟講，可以話係非常之容易，只在你嘅一念之間。當你每日一覺醒來，能夠感受到自己嘅心跳，能夠吸入空氣、呼出空氣，感受到自己嘅生命力，而你已經覺得好滿足、好舒暢，咁你已經創造咗屬於你嘅天堂。喺以前講狗狗保護我嗰一集入邊，我提過，我哋睇到嘅世界係經過我哋嘅眼睛，將光轉化為電子同埋化學嘅信號，再由我哋嘅腦選擇同埋分析，之後編譯成我哋睇到嘅世界。
所以呢個世界就好似佛學所講，係真真正正由我哋創造出嚟。好似上兩集意識提過，係由我哋腦海裏面每一秒產生嗰幾十次連續不斷嘅顯意識所生成。所以會喺天堂定係地獄，全憑你嘅內在信念，而唔係外在。你喺外面揾，可能永遠都揾唔到。有啲人會以為係權力同埋財富，窮一生去追尋，但到最後發現，追趕一些生命裏基本需要，原來早不缺少，白白浪費咗一次嘅輪迴。而如果你係講緊脫離肉體之後，點樣建構一個屬於你自己嘅定義嘅天堂，咁你可以參考《Inception》潛迷空間呢套電影。電影入面嘅築夢師會將現實世界入邊好多細節之處記得巨細無遺，然後喺夢境入邊根據記憶重新建構出一個新嘅世界。其實靈界同埋夢界係好相似嘅，想像即創造，而且因為冇意念轉化成為物理實體嘅言辭，所以所想即所見。例如你想像一間屋，嗰間屋就會出現；你想像一片海，嗰片海就會出現喺你眼前。你想象一個天空，嗰個天空就會按照你嘅意識呈現。但係問題係，你有冇足夠清晰嘅意識去創造呢？你每日返工放工，有冇真正留意過身邊出現嘅一草一木啊？有冇記得門牌嘅號碼？有冇留意招牌嘅顏色？有冇喺每一個當下真正觀察同埋記住身邊嘅事物？定係由朝到晚都只係不由自主咁樣任由顯意識帶住你走？工作壓力、生活壓力、恐懼、煩惱，完全佔據晒你嘅記憶空間。你以為自己活喺現實入邊，但其實你連眼前嘅現實都未曾夠真正好好睇清楚。所以，如果一個人喺生前從來冇真正觀察過世界，從來冇真正感受過當下，咁即使去到死後嘅意識世界，佢又點樣可以清晰咁樣創造出一個屬於自己嘅天堂呢？答完頭先觀眾嘅提問，我再問多一條問題俾我自己。問題就係點解輪迴需要將前生嘅記憶完全清除呢？雖然頭先我已經大約講過，但係其實清除記憶有佢嘅必要性，但又唔係絕對必然。話佢有必要係因為要確保喺來生之中，自由意志仍然可以被真正實行。如果一個靈魂帶住上一個人生嘅完整記憶進入下一世，咁上一世嘅人格、情緒、創傷、經驗同埋執着，就會無可避免咁影響佢下一世可以作出嘅選擇，以及佢最後會作出嘅決定。咁樣一嚟，靈魂就好可能會陷入同一個課題嘅循環之中，永遠用同一套人格、同一種反應模式去面對唔同人生入邊嘅事件。結果原本應該帶嚟新角度、新體驗、新選擇嘅輪迴，反而變成一個困住靈魂嘅迴圈，阻礙佢真正嘅成長。舉個例，如果 A 君前一生係一個完全冇同理心嘅冷血殺人狂，而呢種人格同記憶冇被抽走，完整咁帶到下一世，咁佢往後嘅每一生可能都會繼續受到呢個人格嘅影響，甚至仍然想傷害更加多嘅人。如果係咁，其他人生就可能喪失咗另一種可能性。佢可能冇機會選擇唔殺人，冇機會選擇保護人，甚至冇機會成為一個救人嘅人。咁對嗰個靈魂嚟講，其實係唔公平嘅，因為下一世嘅人格由一開始就已經被上一世嘅記憶同慣性綁住，佢未真正開始選擇，就已經被過去推住向同一個方向行。咁樣佢嘅人格發展同埋無限可能性就會被大大限制。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清除記憶唔係懲罰，而係一種保護。佢保護咗靈魂喺新一世入邊仍然可以有重新選擇、重新理解、重新成長嘅機會。但點解我又話記憶唔一定需要被完全清除呢？因為有啲情況之下，靈魂可能希望用一生甚至多生去延續同一個課題，佢需要保留部分前生嘅記憶，作為下一生繼續完成某個任務嘅線索。例如某啲靈魂本身已經係比較高層次嘅靈魂，佢哋嚟到人間唔一定純粹係為咗自己學習，而可能係為咗完成某個種教導、守護或者係延續某種使命。但因為肉身會衰老，生命會結束，所以佢哋可能需要換一個身體，繼續履行原本嘅意願。喺呢種情況之下，部分記憶或者使命感就未必會被完全清除。呢個情況有啲似某啲喇嘛轉世嘅概念。當然呢啲例子唔能夠以偏概全，記憶有冇被清除，清除幾多保留幾多，
背後可能仲有好多唔同嘅原因，甚至可能有我哋完全估計唔到嘅例外。但總括嚟講，投入人世就好似一段由遺忘開始，再以憶起為終點嘅旅程。靈魂先忘記自己係邊個，然後喺人生嘅痛苦、選擇、關係、失去同埋領悟之中，一步一步重新記起自己係真正嘅本質。正因為有遺忘，選擇先變得真實；正因為有選擇，經驗先變得有價值；正因為有經驗，靈魂先可以將真正有質量、有價值嘅體會回傳到創造者嗰度。講咗咁多，都係我目前能夠理解到嘅一個感慨。要用有限嘅文字同埋言語去理解萬有嘅根本，其實本身就係杯水車薪。喺嚟緊嘅節目，我希望分享下《海奧華預言》呢本書，當中都會有啲類似嘅概念，同埋喺跨星系輪迴嘅情節。所以呢兩集打定個底先，下集見，拜拜。